迄有杀道界人，就是讲人无过我的，就问伊问讲：先生啊，摩西讲人死也无囝，伊的小弟就带伊做伊的某，生囝来煞接伊的兄担。阮中间有兄弟7人，大的带就死去，无囝，留伊的某，互小弟。第2个、第3个到第7个拢安尼，到尾迄个妇人人也死，安尼。伫告我的时，7人中妇人人要做一罪的某，因为拢有带伊。耶稣因为讲，恁错了，因为恁毋捌圣经，上帝的权能，因为告我的时，无嫁。无带，是亲像天使伫天里，论到死人告我，点袂读着上帝甲恁讲的，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讲道，请牧师讲道，题目是逻辑甲信心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是咱常年的主日，所以咱中间嘛有常年大学几位的同学，嘛欢迎恁会当到阮做伙来做礼拜。今仔日咱要做伙读的是马太福音22章的23节到32节。这段经文也有一点仔歹读，所以咱做伙谦卑来对上帝遮来领受。真侪人会感觉讲做牧师的一定是迄个上有信心、永远上有信心的迄位。但是实际上，敢是安尼咧？毋是安尼，因为牧师嘛是人，伫面对真侪还未看见的代志，阮也充满怀疑。因为伫理性上，阮拢知影上帝是全能，上帝无所不为。但是实际上，较因为知影太侪现实，也是会拄着上直接的问题，这定定嘛会陷入迄个困境、迄个矛盾的中间。伫祈祷呼求上帝了后，有时上帝静静无出声，有时上帝嘛伫想袂到的时间，互我明白伊的心意。伫顶礼拜有一个20几年前，我新学生实习的时代的一个青年来教会找我，伊已经伫迄个教会当职做执事。伊甲我讲，伊的教会的牧师上任第一项的事工是读圣经。我讲真好啊，兄弟姊妹拢需要读圣经，但是伊感觉非常的奇怪。伊甲我问讲：基督徒毋是本来就爱读圣经吗？为什么爱读圣经的活动，叫大家来读圣经咧？我想想嘛有道理呢。读圣经本来就是基督徒每一天咱爱做的，为什么需要一个活动咧？亲像咱嘛无需要食饭活动吧？因为你腹肚枵就自然会食，毋免甲你教，你就会晓食。但是我就用较现实的角度来甲伊分享讲，你毋通将所有基督徒拢想甲遐尔完美，因为毋是所有基督徒拢照起工，每一工拢在读圣经。伊就甲我讲，伊对高中开始就每一工读圣经，我就哇来表示我对伊的敬佩。我就问伊讲。你高中的时开始读圣经，迄当时毋是拄好佚佗，拄咧拼功课的年岁吗？你哪会想着每一工要读圣经咧？伊甲我讲，你袂记哩啊？20几年前，你请我甲另外一个高中生来食饭，你讲食即顿了后，恁就爱开始读圣经。所以迄时我就非常好奇，讲一本遐尔高的圣经，哪会读得完？然后我就开始试看卖。你佫叫阮对新约开始。一工读5章了后，就会当真正将规本圣经读完。所以读完一摆了后，我佫第2摆读，竟然发现同一段的经文，伫无共款的时间，我有无共款的领受。所以了后，我就每一年将圣经来读一届。其实各位，我一定袂记得即件代志啊，已经伫20几年前，特别30年前安尼代志。但是这个青年巨细靡遗。伊甚至将倒一间餐厅伊拢讲出来，表示伊记忆真好吼，表示这有发生过。
伫甲伊交谈了后，我内心真感谢上帝，差派伊来甲我有迄段的对话。因为这几年以来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：上帝啊，敢阁有青年在读圣经咧？因为我发觉咱教会青年真少伫读圣经。从我即个疑问当中来偷开，甚至我嘛有一点仔迄种会当了解以利亚先知的迄种心情。因为当以利亚先知的时代，迄当时的以色列非常的败坏，所以以利亚先知感觉讲，伊敢若伊一个人信上帝尔，伊感觉足孤单的，无人要插伊。伊认为讲伊无一个信仰的同伴，敢若剩伊会当了解上帝的事，敢若剩伊一人尔。但是上帝安怎回应伊？上帝甲伊讲：“你以利亚，你毋知呐？我留了7,000人，要袂用即个偶像巴力下拜的这7,000人。上帝有留7,000人，毋捌用巴力咧下拜的。所以这稳重的7,000个人，是以利亚先知毋捌知影，伊毋捌想过，是上帝特别办的。兄弟姊妹，我想伫咱信仰的过程，嘛一定有侪摆安尼的经验。咱对上帝有真侪疑问，甚至是一个长时间的疑问。伫面对这个疑问，咱拢习惯按照咱过去，咱对咱家己生命的认捌，咱家己过去对即件代志理解的方式，也是咱的习惯来想、来讲、来处理。但是，若是拄着咱毋捌经验过，也是超越咱经验的，也是违反咱经验的，也是互咱感觉失去迄个安全感的代志的时，咱可能就哪有可能嗤之以鼻，甚至用刀闪的态度来离开。但是各位，敢是所有的代志拢会当刀闪咧？无可能。并且，即个刀闪毋若是你刀壁即个问题尔，即个刀闪嘛是你刀闪上帝。因为这表示咱家己过头注重家己的感觉，咱过去的经验，咱较无想要去看见上帝要行迄个奇妙的代志。亲像以利亚先知的时代，迄稳重的7,000个人，若按照咱的目睭，按照咱的逻辑，敢想会通咧？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就是一个真好的例。今仔日的经文出现一种咱无遐尔熟的人，叫做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因认为家己是撒都的后裔，这个撒都就是所罗门王时期任命的这个祭司。所以以色列人的祭司是老爸传互囝，囝传互孙，世袭制。所以因伫犹太人的社会中间是真悬的社会地位。但是到耶稣的时代，因的地位渐渐失落，所以为着要争迄个权，为着要生存，这个撒都该人甲罗马政权就保持真好的关系。嘛，因为这个甲政权有真好的关系，所以因就发财，因就政治上的权力。毋过，因的犹太同胞较非常看轻因，感觉因是走狗。所以，互咱感觉足讽刺的吼，就是一群祭司的后裔、祭司的后代，因应该是上捌上帝，因是服侍上帝迄群人，但是较堕落到安尼一个地步。所以，撒都该人就甲咱真捌、甲熟的一群人是一个死对头，就是法利赛人。咱知影讲，法利赛人真注重迄个宗教的传统，因真有迄个民族的意识。所以，因看这撒都该人是安怎走狗，并且因为这撒都该人，因不但是亲近罗马政权，因嘛相信讲人无可能会过活，因无相信有鬼，因无相信有天使，因敢若接受摩西五经，无要接受其他的先知册、其他的传统。所以法利赛人看因真正是非常的无顺眼。但是非常奇妙的是，
平常正甲你死我活的双方，竟然伫耶稣即个人的议题顶面产生一个共识，就是因拢想要将耶稣除掉。所以伫遮嘛，互咱看见人咱的人性非常邪恶的一面。人竟然会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无少违背家己的良心，去联合迄个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。所以咱看见因拢是两边，拢是连番上阵，想要来攻击耶稣。今仔日经文一开始是讲迄天迄日，就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当遮个撒都该人来找问耶稣的进前，法利赛人早就来找耶稣麻烦啦。所以伫今仔日即章的一开始，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讲：耶稣啊，阮敢会当纳税互罗马政府咧？因来找耶稣问即个问题，毋是真正想要知影即个答案哦。因问即个问题是要陷害耶稣。因耶稣若讲咱爱纳税，哇，安尼耶稣就得罪伊的犹太同胞。但是耶稣若讲咱袂当纳税互罗马政府，安尼就违反罗马政府的法律。所以两方安怎回答拢毋是。但是耶稣用一个智慧的问题来问因，耶稣提一个纳税用的银角啊，若问伊讲，这顶面的像是啥物？是谁的像？这顶面是罗马皇帝的像。耶稣就讲，恁就将该撒的面纳互该撒，将上帝的面纳互上帝。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找无芳，因只好离开。接续就换这个撒都该人啊，因为这个人无信人会阁活，因嘛为着要互复活阁活这件代志，看起来非常无合理，非常奇怪，因就设计一个陷阱。大先因搬出摩西的律法，讲摩西的律法有安尼规定哦，讲一个人若死，伊无囝，伊的小弟爱带伊的某生囝来接续伊的阿兄。就为着伊阿兄的即个家庭来留一个后裔，留一个后代。旧约时代犹太人因的确为着要保护寡妇，也是保证讲即个家族会当有后代，会当继续流传落去，因有设安尼一个制度。听讲伫台湾伫早时嘛有一个安尼的一个制度，就是帮阿兄的后代来留一个后代。伫遮个撒都该人，佮第二步因编一个故事，头拄书会甲咱读的迄个故事，就是一位妇女连续嫁7个丈夫，这7个丈夫拢是兄弟的安尼一个故事。为什么咱确定讲这是因编出来的？因为兄弟7个人，这非常的罕古。7这个数字伫犹太文化中间是表示完整的意思。所以，这个撒都该人想要表达真正意思是讲，这个妇女嫁祸连连，伊连续嫁7个拢总死，上帝哪会互即种人搁活咧？并且伊若搁活，伫迄种婚姻关系内面，伊到底袂算是倒一个人的太太咧？当伊搁活了后，若真正有搁活即件代志，伊要算倒一个人的太太咧？老实讲，即种问题真歹回答。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歹意的一个题目，就亲像真济毋捌真理，佮对基督教信仰非常无好意的遐个人，无友善的遮个人，因会挑过伊问你一寡问题，因毋是真正想要知影答案，因是要想要看你讲陷入两难，毋知要安怎回答的迄种窘境。亲像我细汉的时就会拄着一寡同学，因会故意考西我讲。恁基督徒毋是拢讲疼心吗？为什么你的考卷无爱要互我抄咧？伫人还未体会属灵的代志的进前，因一定会用一寡真奇怪的问题来为难基督徒。但是咱敢需要甲因来争咧？无需要，因为双方是徛伫无共款的赞助。亲像伫即段经文，耶稣无甲遮的法利赛人祭司爷。无甲遮个撒都该人祭司赢，因为伫撒都该人因所承认的摩西五经内面，根本无提到国活即件代志，
所以兄弟姊妹，你会当转去看咱的旧约圣经，对创世纪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伫遮无讲到国外的代志，并且遮人因无承认其他的先知册，所以因根本就毋知影有国外即件代志，因就认为无国外即件代志，所以因对国外是完全无概念的。安尼的人是要安怎甲因争呢？就亲像你甲一只狗遐。你告诉一只蚂蚁说有3度空间哦，但是狗遐因永远无法度理解，为什么？因永远伫是个爬在平面上2度空间的一种的生物。另外，因为撒都该人因有较悬的社会地位，所以面对迄个未来佫较新、较好的世界，对因来讲无需要啦。我嘛无你期待啦，我即个世间我活伫。这个时代，我活甲好势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这非常的可惜，因为因无去接触，因无去认捌，就认为国外这件代志是绝对无存在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若读过圣经就知影，旧约内面以赛亚先知、但以理，因拢有讲到国外这件代志。伫新约，耶稣互列撒罗国外，耶稣嘛预言家己的国外。所以，毋是国外即件代志出问题，是拒绝有国外即个事实的人，因家己的内面出问题。因认为国外是无合理的，是我毋捌听过的，就用安尼来拒绝耶稣。这互咱一个提醒，就是当咱无法度去相信的时，是咱信的即个对象有问题，也是咱家己出问题咧。面对怀疑，咱敢谦卑去学习、去认捌、去理解咧，还是马上就按照咱过去的想法甲经验讲，无可能、无正确？这提醒值得咱来三思，因为国外咱看袂见，咱想无法度明白。信心嘛，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同款的程度，但是你若毋愿意拍开你的心门。你若毋愿意去学习、去认捌，有可能你一世人用你一世人的时间坐伫遮，你的内心嘛无法度真正来相信耶稣的救恩，因为这个对天顶来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救恩，是无法度用人的标准来标准化的。咱人若无谦卑，咱若无用一个超越理性的信心去超找。安尼哪有可能找得到咧？另外，你嘛想看觅，若一个宗教信仰，伊是会当互人来定义伊，讲即个合理，即个无合理。若一个宗教是会当用人的定义来定义的话，你感觉即个信仰敢值得咱来接受咧？亲像伫以前真时行迄个6合彩的时期，真侪人会将伊的神明断骹断手断掉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拜的神无互伊即个正确的号码，所以即个神会当断掉。一个会当互人定义的神，敢有值得咱投入咱的性命？敢有值得咱用一生的时间来跟随伊呢？无迄个价值。咱的信仰，毋是叫咱爱用一个眼镜，用一个会当咱来定义的态度来接受。虽然咱无法度测度，咱无法度看这个信仰、这个国外到底是甚物款一回事，但是耶稣用伊的一生为咱受难、为咱定死、为咱国外，用安尼一个一生来指出一个永远的愿望。就是无论咱活着，也是咱伫困境的中间，也是咱死，耶稣拢无离开咱。伫罗马书8章，保罗有讲，任何物件拢袂话计当咱伫上帝的疼，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疼。伫遮甲咱讲，连死亡拢无法度计当耶稣对咱的疼。但是耶稣知影咱信心真细，知影咱真软弱，伊知影咱的目睭所看，伊知影即个世界，互咱逐种的价值观，拢会不断地消灭咱的信心。
所以伊遮要袂认捌伊的人提出信心的邀请。你相信即个话吗？伊嘛对已经捌伊久久的基督徒提出邀请、提出挑战。你信即个话吗？所以伫约翰福音11章25节到26节有讲，各活甲活命是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梦死，要搁要活，紧啊活来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。你信即个吗？耶稣问你讲，你信即个吗？兄弟姊妹，你敢真正相信？即个真正相信，毋是讲咱聚会偌久，咱奉献有偌济，就当决定咱是毋是有相信。即个相信是在伫咱的生活，敢有显出一个信心的行动？咱的思想行为，敢有报答主耶稣的恩情？伫世间，无人会当判断别人是毋是真正有相信，也是无相信。但是当主耶稣搁来迄日，当咱徛伫上帝审判大情的迄日，咱就会知影咱家己到底是信，也是根本无得信。但是我想，面对这撒都该人提出的即个问题，咱应该嘛真好奇。即个妇人人若是国外时，到底是算倒一个人的太太啊？亲像咱嘛定定问讲，即个天堂生做什么款？以后我去天堂是住豪宅，是住草寮厝咧？咱定定拢有咱拢毋茫讲，我会当有找到迄个答案。所以，若有人伊讲伊去过天堂，然后佫转来写迄种册，拢袂甲写叫。但是咱看即段经文，耶稣安怎回应撒都该人？耶稣甲因讲：恁错啦，因为恁毋捌圣经，甲上帝的关联。耶稣认为这人的问题根本都毋是问题，根本不值得一答。所以耶稣无甲因辩论，耶稣是指出因的错误，就是恁对圣经的理解无够无牢啦，所以恁才会问安尼问题。因为恁对圣经的认捌无牢，连带影响的就是恁根本都毋知影上帝的关联是啥物。因为当人无咧读圣经，若干那读即个摩西五经，也是亲像一寡基督徒干那读新约圣经，咱就无法度理解讲对旧约到新约，对创造到耶稣的救恩，拢是上帝的关联。既然是上帝的关联，人看做无可能的，伫上帝完全无问题。耶稣佫讲，因为国外时无嫁无娶，是亲像天使伫天里。耶稣直接强调，信耶稣的人若国外，就会甲天使同款。既然是天使，就是属伫上帝，也属伫天顶。既然伫天顶，就袂当用世界地面的眼光、生活方式、价值观来看待。所以袂有嫁娶的问题。无其他的问题，嘛袂有豪宅甲厝寮厝会安尼分别。然后耶稣佫引用撒都该人所看的摩西五经内面的出埃及记3章6节讲：我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用这段话来甲因对话。这句话是上帝对摩西的自我介绍。但是咱知影，伫摩西的时代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早就已经过身。所以耶稣安尼毋是真强词夺理吗？用过身的人来讲即句话咧。但是耶稣接续佫讲，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。这是因为犹太人因相信亚伯拉罕甲其他的祖先，因为上帝甲因立约，所以伫某一种情形下面，因要一直活着。嘛因为安尼，咱知影伫犹太人因的宗教教育内面。因拢是伫教育后一代，拢是用安尼一句话讲：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用安尼来教育因的后一代，表示讲上帝甲亚伯拉罕、甲以撒、甲雅各立约，所以上帝嘛甲咱立约，这列祖伫上帝遐一直活着。所以今仔日咱看耶稣的对话，敢若是伫指出这撒都该人因的错误。但是嘛，讲出咱基督徒应该有的认捌。虽然咱知影真侪代志，咱对圣经有真侪了解，但是实际上咧，咱敢若知影一点点仔尔。这一点点仔嘛无法度互咱认捌上帝的全部。佫较免讲咱遐遐尼侪毋捌的代志，咱遐尼侪毋捌的代志，
是比咱知影迄一点点啊，搁较济，搁较复杂。所以咱袂当互家己停留伫一个真无知的一个阶段，因为对信仰无知就会产生迷信。上帝毋是叫咱变做一种宗教狂热分子，上帝爱咱认捌伊，并且明白伊对咱的心意。所以读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亲像我拄仔一开始所讲的迄个青年，为什么伊袂去迷失伫即个世间的价值观内面？因为伊有上帝的话。伫即段提摩太后书3章16、19、17节，咱拢真熟的话有讲：既然互上帝漠视的经，要利益伫教师、伫督责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学义理，互服侍上帝人练达，便便来行拢总的好事。当咱行伫即条无容易分辨、无好行的属灵的路的顶面的时，咱绝对无法度靠咱目睭所看的，因为咱的聪明，咱的目睭有限，咱也无可能靠咱的理性，因为咱的信心，因为这信心的代志是无法度用逻辑来定义的。唯一的方法是啥？就是互上帝的光来引带咱。所以，愿望咱所有的基督徒，拢会当实实在在用心来读上帝的话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透过这段耶稣甲撒都该人的对话，搁一摆来提醒阮。主啊，阮是毋是真正认捌你的话，也是阮读阮家己所要读、阮爱读的话那尔咧？主，恳求你帮咱，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认真、实在对你的话对头到尾认真来学习。虽然真侪代志是阮无法度用理性来想会通的，阮无法度用阮的逻辑来想会通的。总是主恳求你赏赐阮信心的眼光，因为阮知对天顶来的代志，哪有可能用阮的目睭、用阮的理性来定义咧？主恳求你，互阮有谦卑的心，互阮会当降服伫你，对你的脚步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